厝里有一只猫仔，甲12只鸟鼠仔。有一天，一只猫仔咧散步，看到一只鸟鼠仔就冲过，甲伊食掉。了后，这只鸟鼠仔足忝的，伊就去休困。了后，三只鸟鼠仔来食饭，忽然间，这只猫仔听到声音就跳来，把最后一只食掉。了后，将一只鸟鼠仔放下来，这只鸟鼠仔就转去甲大家讲。我要甲大家讲一个歹消息，就是阮有一个兄弟互猫仔咬了，大家有啥物方法吗？啊，我想着一个好方法，就是去猫仔的后棍挂梁啊，安尼猫仔行过来，阮就会使知影，大家讲即个方法好毋好？毋过谁要去挂咧？看来这个方法是袂用的，阮也是讲想其他的办法吧。因为无人敢去，最后因就放弃啊！多谢大家。